甲古释文第62集。这集来讲啥？这字正韵的解说好呀，所以台语讲的啥，轻声啥，疑问词就写这字。实物组合式古字是这字。《论语》这句是可忍也，啥不可忍也。古字就这字啥，免另外写别字是吧？这字是近代造字，明清小说才开始有人在用。可能因毋捌读过《论语》，阁袂晓讲台语，所以毋知影自古就有这字啥通写，才有需要另外去造字吧。啥人两字合音读想，就这字想。啥人甲我比，就是想甲我比。中文你是谁？台语讲你是啥？啥对袂晓讲台语的人来讲，可能无啥好分，所以误做共意思。你讲啥？这是啥？安尼就是完整的一句，因为啥好呀，完整在表示疑问的词句。这是啥物？意思是这是何物？物是中性物哦。啥物件是句型下化，是专门在问什么东西。你在讲啥物？这是一般性的问句，是轻声物。在讲啥物？无一定在讲物件，有可能在讲其他的代志，是吧？安尼一般性的问句，啥物？有其他搁较好的写法无？中文的什么，台语就会使直接读做啥物？为何？杂菜面，即咱定讲的，过九为杂，杂等于杂，借用做疑问词的时，就读啥？这字将麻将腰，古文写做三小，讲啊解说米啊，读音咪，一咪咪啊，只有一些些，会使考虑安尼写。啥物本意是杂搁有。咱嘛照中文的习惯，用作疑问词。台语有一个句末疑问助词，教育部用这字无做疑问词。有一个研究台语的教授，伊做的节目名称就号做台语听有无？有人是这种讲法无？疑问助词发音无？毋是安尼吗？是我记毋对？也是教育部乱教，我嘛错乱啊！疑问助词的无写这字好无？有个人生活真重要的麻，用真有的麻来代表疑问词，应该有符合个人的习惯。现代人用这字形声字做疑问词好无？这字毋是张口买声吗？你的声甲我的声可能无同。集韵有交代，满、补、切，读音补。安尼写对无？疑问助词无有两字通写，遐有一字教育部教对无？台语阁有一个真接讲的疑问词，许轻声许。例句：今仔日真好天，许表示反问的是无？今仔日袂落雨，是许，连音读做许，共款是反问的疑问词。许讲了真有影，句前肯定词，表示赞同。闽南语定讲的许写这字，有一个记住这字许的方法。可古语有另一个写法，表示口气会通啊，这咱有讲过。安尼有共义名的许。嘛是用伫肯定、赞同，是毋是就袂感觉生分啊？这个方法有好用无？这是咱台语保留的古早味。是安尼呢？是这样吗？台语阁有一个疑问词呢？这字呢，将淡将入，比如做不明确的某处，或者是疑问词，写这字呢也可。下港人较习惯讲呢，是安尼呢。甚字的这字甚，意思极度、超越、最大，鼻音正，正高讲的正，亲像这字啥，
即字信嘛会使做疑问词，读音成，例句这是成。即字信说文解字讲是由安乐野将甘，这算是误解，应该是甘蚵仔。较早柑仔店用柑蚵仔放一寡焦料的竹台，所以才叫柑仔店。畚箕甲柑蚵仔共款是竹仔编的，若摕来滴水，当然会漏水。即字信将机省将郁，郁是查鼻的意思。要甲畚箕、柑蚵仔郁甲袂漏水，真够工啦。箕下面有白，表示细小如沙，较细项的佫会渗漏，所以要用郁甲渗漏的物件查着，真正是过度的作为啦。正经要安尼做俗，共款甲麻烦的代志借用做疑问词。整理一下，啥好呀？自古就有即字啥，啥人就是啥，又杂又细，无好分清楚，啥物就借用做疑问词。真够工的正嘛会使借用做疑问词成。安尼好无？有两字疑问助词无通写，呢、呢嘛是疑问词，许、属两个反问词，许表示赞同、肯定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